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如果你覺得平時化嘅煙熏妝好容易太濃怕顯老，又或者好似同自己嘅五官格格不入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。我會教大家點樣用最日常、最精緻嘅方法去撈取呢一個帶個性嘅煙熏妝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開始啦。今日個妝嘅重點會放喺眼同埋輪廓度，我想個底妝盡量保持乾淨同埋細緻啲，所以用咗 Sisley 呢一支粉底，佢遮瑕度係唔錯嘅，薄薄一層已經好有修飾效果。由於佢有養膚複合物成分，由焦嘅妝效清爽得嚟，唔會乾。我混合性皮膚同我嘅皮膚都幾夾㗎，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另外我會再揀多一隻81度嘅粉底，掃喺面頰呢一個位，做翻一個飽滿嘅效果。之前同大家分享過，粉底會吸光，掃喺 T 字位，令佢個立體感會更加強烈，即係當佢 highlight 咁用，唔需要再加好靚嘅產品去做呢一種嘅效果。呢啲嘅位置我亦都冇加任何嘅遮瑕膏，成個底妝會有一種無瑕乾淨感，亦都提亮到膚色，輪廓修飾都會比平時做得多啲，但係少量多次去處理，鼻頭亦都會畫得比平時圓少少。煙熏妝會俾人嘅感覺好有個性嘅，我想平衡翻呢個嘅感覺，因為太過有個性，同我個樣唔係好夾，掃面嘅掃揀支大支啲，會掃得更加均勻。今日嘅眼妝係比較明顯，眉妝盡量淡色為主。另外我啲眉毛收得比較短，所以望落係會淺色啲嘅。如果眉毛粗同濃密，就要用埋眉膏，因為眉毛好厚，會搶咗個重心，同個妝會唔夾。眼妝部分，底色要用支鬆啲嘅眼影掃去掃，掃嘅位置可以比平時再高啲，鬆啲嘅掃就唔會咁容易有實線。如果你唔習慣搽眼影搽到咁高，都可以跟翻你平時搽底色嗰個嘅範圍，逐層逐層去上眼影，更加容易做到嗰個嘅層次感。喺眼頭眼尾呢啲輪廓位可以再加明顯啲，攞一支乾淨嘅掃去掃一掃邊邊位，令到嗰個霧化效果做得更加仔細。揀咗呢一個啡色，對比頭先個底色嘅亮度會低啲。而家呢一支掃比頭先底色嗰支再細啲，但係又冇圓頭細掃咁實。掃喺眼頭同埋眼尾。掃第二個顏色嘅時候，一定唔可以掃高，太多就會好似舊式嘅煙熏妝，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去掃，咁嘅效果就似翻日常嘅煙熏妝。其實煙熏妝最重要係有嗰個嘅層次感。眼線用眼影打咗底之後，再加灰啡色眼線液，次序唔好調轉，效果會更加好。煙熏妝容易睇落去好污糟，用遮瑕液去處理眼線嘅邊邊位，眼妝望落去會整齊啲。如果你係新手或者好容易整花底妝嘅人，可以先化咗眼妝再上底妝。化煙熏妝眼影容易化落嚟，而且啲顏色又明顯，眼底容易睇落去好凌亂。調翻轉步驟，跌咗落嚟嘅眼影用棉花抹一抹，可以即時清走晒。再化底妝就可以保持好完整。畫下面嘅內眼線，我哋就用一支淡啡色去畫，盡量都循序漸進咁樣去畫，唔好一嚟就想太深色。試咗淺色先，咁樣嘅煙熏妝就會更加日常。畫到去後眼把嘅一半就停，上完個底色先再處理呢一個三角位，用眼影去畫呢一個眼角外側，可以畫闊少少，連接成個眼型，但係唔好填滿晒，有少少留白，咁樣睇落去眼會大啲。掃翻少少眼影喺條眼線度，令到眼線有翻連貫性。我會再用棉花棒拆翻鬆條線，畫翻臥蠶呢一條線。呢幾年都好着重中庭位，好多妝嘅重點都會放喺呢一 part， 縮短翻係好減齡嘅，所以一定要學好畫臥蠶。你見到我呢一個煙熏妝都唔會加好多嘅顏色喺眼蓋上面，因為太多嘢反而會令到面型拉長咗。加上我本身自己都係中庭長，所以今日嘅胭脂都會畫高少少，揀嘅顏色都會偏向啡橙嘅，飽和度都唔會太高。煙熏妝俾我嘅感覺係有啲個性，所以我唔會用好粉嫩嘅顏色去做呢一個嘅妝感。但如果你嘅膚色係健康小麥色，揀帶翻少少粉調嘅胭脂，其實會好睇啲嘅。因為呢一個嘅眼妝係偏向日常啲，唔想有舞台感，所以睫毛處理可以搽黑色睫毛液為主，又或者睫毛只係黐喺眼尾，下睫毛搽完睫毛液，尾段嗰度加翻厚少少，等佢向外擴闊嘅效果明顯啲。
鼻頭光影都係揀冇光質地，強調翻個立體感。唇妝用翻唇線筆調整唇形，我會畫翻大少少。唇妝會揀翻亮度同飽和度低啲嘅顏色，同胭脂更加配合，咁樣嘅效果偏向日常啲。成個妝就完成啦。希望今日呢個日常版煙熏妝嘅分享可以俾到你哋多一個化妝靈感。中意影片嘅內容可以俾個 like、留言、訂閱我嘅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